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挑战连任，煞来拄到基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吴欣岱来挑战。吴欣岱甚至要邀请陈时中参加伊的活动，不过陈时中讲，政党已经提名了，当然是全力来挺高嘉瑜。 在选举，我们政党已经提名的，那我们当然在做竞总里面，当然是全力的支持。我想在基进党里面，他们的很多政策理念跟本党是一致的，好，未来有很多合作的机会。 陈时中刷落来，将要正式来担任到赖清德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。今仔日举办到受证典礼，高嘉瑜嘛同台，嘛互外界来观察到两个人的互动。若针对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宣布讲老人的健保免费，陈时中讲侯友宜提出到政策的时阵，应该爱先讲这个钱要为倒位来，也若无就是空嘴报纸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